耶和华，你的受气要偌久？到永远吗？你的受气要亲像火度吗？求你毋通记得阮的祖公的罪，来对阮讨。愿你的慈悲紧紧临到阮，因阮落到极卑微的地位。救阮的上帝啊，求你因为你的名的荣光帮助阮，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救阮，赦免阮的罪。信息第203首，第甲其中所充满的。第甲其中所充满的，拢总属主耶上帝。伊将地建立伫海面，安置伫水顶面。请大家起立来因转首。中所充满的，拢总属主上帝。伊将地建立伫海面，安置伫水顶面。谁人为救上帝心酸，也伫神的所在。所爱，心无价无光干贵，只让主的所好，各对上帝得着王位，因是催主民族。请大家由原徛咧因主甲因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的上帝大屏，伊要即个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随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文第51篇。启文第51篇，伫圣经的后壁面1093页。咱就请大家来启。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的气力。因定伫旷野大树的所在。
因为亲像风波袂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个。伊亲像树栽伫水边，炎热狗也无惊，抗旱的年拢无挂虑。请三家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赐予阮侪侪问题，互阮会当平安经过，会当搁一摆来主持伫遮来学乐敬拜你。主啊，阮知新冠肺炎搁一摆影响咱的生活，求你继续看顾受影响的国家甲人民，特别是伫咧台湾，求你互阮会当学习甲即个病毒来共同来生活，也求你看顾咱受病痛的人甲因的亲友，也求你赐体力互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互因会使继续来帮助咱的健康。主啊，我慢慢要为着年底的选举来祈祷。阮知你差遣阮来管理这个世界，求你赐智慧互遮的候选人，嘛求你赐智慧互阮，会当选出真正为着人民来努力的人，来共同来创造一个更较好的社会。主啊，阮嘛要为着续落来的野外礼拜、福音中心甲礼拜小组的事工来继续来献上祈祷。求你施大能的手来带领阮众兄弟姊妹来为你做工，伫阮不足的部分，赐予阮智慧甲力量，互阮会当伫服侍中学习你的样式，得到对你来的祝福甲稳定。因为你甲阮讲，国祈祷的时，既然恁所求的信就得到。主啊，阮嘛知阮身边嘛有病痛、身躯病痛的兄弟，需要你来伸医治的手来治疗因，嘛需要你的安慰。主啊，求你继续来坚固阮的心，坚固阮的信仰，互阮会当成做彼此的肢体，互相扶持，互相关心带导，互阮会使无偏离你所听的道路。主啊，今仔日嘛要求圣灵到咱的中间，甲阮同在。但是阮嘛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主祷文安尼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传阮入日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阮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赞美要用圣乐队要用西安女子着快乐出声来，互阮想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14篇1到第7节。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14篇，现着请听我来读。工人心来讲，无有上帝。因趁邪恶行可恶的事，无一人行好。耶和华对天懊恼看世间人，要看有明理的，有追求上帝的也无。因拢歪车，一概变作有话，无人行好，连一个也无。做歹的人，敢拢袂晓得吗？因吞食我的百姓，亲像食饼，也无求救耶和华。因伫遐大大惊吓，因为上帝伫异人的作列中，令互丧凶人的计谋变做见笑，总是耶和华做伊多想的所在。愿以色列的拯救对西安出，耶和华救伊受掠的百姓倒转来。迄时哪个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接来要请杨伟成新学生来进度，伊的题目是环保的基督徒 VS 基督徒的环保。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即摆咱来去迄个图书馆，也是册店，迄咱看到足侪款的册，对无？这个册比进前几十年前已经拢感觉拢足进步啊！安尼来比较，即摆真正足进步啊！吼，咱有足侪新的观念、新的事物、新的政策，吼啊，咱会伫册店看到的册。有讲政治的，吼，讲经济，讲安尼要教你安怎食，对吧？教你安怎耍，吼，教你安怎来，互你身体较健康，吼。啊，嘛有足侪国内国外旅游的，教你安怎做，拢足侪物件拢比进前搁较进步，对无？啊，若是会当甲遮个册拢读了哦，搁吸收，你搁甲伊实践出来。哦，那安尼即款人应该是足厉害的人，对无？应该是足成功的人吧？因为即款的人呢，都有安怎讲，有一部厝，对无？啊，搁长治搁无平淡，啊，身体健康，体格搁好，因为你甲遮个册拢甲伊拢吸收，拢甲伊做出来，对无？啊，搁够耍，搁够食，搁够投资，吼，啊，讲话咧搁条条有理，少有出脱。啊，即款人若是社会大部分的人拢是安尼，这社会无做进步，对无？哦，咱拢希望讲，咱会当住伫即款的社会。但是即款进步的社会，伫上帝的眼中，敢是一个进步的社会？今仔日咱要甲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环保的基督徒甲基督徒的环保，就是要甲大家来共同来分享讲。咱的基督徒的环保是出伫咧咱家己的观念，也是出伫咧咱对上帝来疼心，这是无共款的。咱拢知影讲，即马咱的社会爱进步，就爱水、爱电，对无？水、甲电、甲土地、甲食米，吼，咱拢足拍拼去摕遮个水、遮个电，但是咱摕了后咧。摕了后，咱留落来是粪扫，是气候有改变，还佫有足侪污染。咱敢会当讲，咱即摆的社会敢足进步吗？咱留落来遮侪粪扫、遮侪污染，敢是进步？我甲大家比一个例吼，因为我家己去研究海池啊、海洋啊。我爱处理足侪靠沙遮个海池仔甲海洋，甲伊解破。解破了后，迄腹肚内底我找着啥？你敢知？是找着鱼仔吗？毋是诶，是找着塑胶螺仔，找着玻璃拢咧，找着遮个塑胶罐的挂，拢伫内底。奇怪，咱会找着遮个物件，咱毋是进步的社会吗？
我甲继续研究了后，因个脑海猪仔的脑甲心脏，我找到一款寄生虫，一款虫啊，即款虫是为倒位来的呢？是为咱饲的猫仔的屎传染出来的。奇怪，咱猫仔的屎本来会敢若会当传染着传染着人对无？咱会走去海里的，走去海猪仔的脑甲心脏内底，互因怎破病，怎扩刷起来。所以咱地上的人哦，过甲愈来愈进步，对无？愈来愈快活。熬食阁熬耍，但是海里的动物嘞，凄惨落魄。奇怪，咱毋是拢拍拼做一个进步的人吗？做一个好人吗？做一个互家己今仔日比昨仔阁较好的一个人吗？咱毋是拢拍拼安尼做吗？但是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咱敢若是歹人咧，是甲人抢的歹人咧。几年前有一本册叫做什么？好人拢是假好啊！迄中文叫做“好人总是自以为是”，好人拢假好啊，也是讲你会当讲假傲啊。因为咧好人要做的代志，拢是为着啥物人好？人啊，甲人尔。好人做的拢是为着人好，只有为着人好。为着人的好处吼，做啥物拢是对的，这是好人在做的。哦，咱人真正阁足敖的吼。即摆地球已经创甲讲，可能毋知，可能50年后、100年后可能袂大。咱已经开始咧想讲，咱来搬去别位所在来大好无？哦，最近有一个迄个美国的电视咧搬讲，咱迄个人吼飞去月球啊，飞去火星去找讲遐会当有啥物发现啥物新的物件无？但是为着飞去遮远的所在，毋是干那为着发现尔，是为着伫遐开发，伫遐建立殖民地，咱会当有一天会当搬去遐大。奇怪，咱若搬去遐大，地球遮的物件咧，毋都拢总去互放煞去？咱敢是真正是好人，还是甲人抢的歹人？今仔日我的迄个投影片吼，我无准备投影片，因为我的投影片都是圣经。今仔日咱会一直看这7集的圣经。今仔日圣经第1章讲啥物？戆人先来讲无上帝。这个戆人伫原文啊，希伯来文是拿巴，就是咱圣经内底讲的拿巴是伫撒母耳记有写讲伊是无要帮赞代币的一个足歹的人，足粗鲁的人，即个拿巴。但是拿巴是敢是戆人也是粗鲁的人吗？无。圣经写讲伊有3000只绵羊，1000只的山羊。那安尼讲，伊应该是一个好野人，对无？足好野的人。但是当时安尼足好野的人，大家敢会想讲伊是戆人？毋是哦，虽然伊的名叫做拿巴，对无？希伯来文叫做戆人啊，但是大家应该袂认为伊是戆人。因为有1000只山羊、3000只绵羊的人，大家已经想讲安尼，做有出脱咧，对无？佫会请伊来，若是今仔日咧，请伊来写册呢？写啥物款的册？安怎伫30岁进前大趁钱？这款册你要买无？买吼。安怎做一个管理领导者，成功的管理领导者？这款册嘛袂歹对无？佫有一本册叫做啥物？好野人想的甲你无共款，这本册你有看过无？伊若是活到咱现代吼，咱就请伊来写册，因为伊是足好野的人啊。伊写的册一定足抢市的。毋过伊根本无淡薄仔咧关心属灵的代志，伊嘛无要承认讲伊的好野甲上帝有啥物抵代。
所以讲，咱即马顶头讲迄无上帝，无上帝的人，敢是真正咱以为的戆人？无，伊的智商哦，无一定较低哦，伊可能比咱搁较巧。但是伊是欠缺啥物物件咧？属灵的知识，毋是人的知识。伊欠缺的是属灵的知识，甲属灵的智慧。所以像哪怕即款的戆人吼，伊毋是头脑在戆，是心在戆。即款的戆人咧，伊拢惊，伊讲伊无上帝，伊拢惊可恶的代志，拢无要惊好。奇怪，会当趁遮侪钱的人，你讲伊无要惊好，敢真正是安尼？罗马人书第1章讲，因为因虽然捌上帝，但是无尊重伊做上帝，嘛无互伊感谢。伊的思想是安怎？空，心思是安怎？愚妄，充满黑暗。一个空愚妄黑暗的人，敢会当成功？你看哪爸就知啊，会哦，会当成功哦。但是迄是世间人讲的成功。所以成功的人伫上帝眼中，敢是成功的人？敢是？咱今仔日讲的，毋是迄款真正戆的人哦，是上帝看做戆的人。咱听这两段圣经是咧讲啥物人吼？第一段咱注意听吼。上主看见人伫世间犯罪争动，逐日的心思意念拢是邪恶。敢是讲咱？无啦，讲无，我无讲逐日拢心思意念拢邪恶，我想的拢足正面的，拢是足好的，毋是讲我。第二段，世界伫上帝面前败坏，充满强暴。你想讲无啦，我嘛无遮歹啊，对无？你即马讲，你可能会想讲，你这两段圣经咯，拢是讲迄款极权的国家，像讲迄个俄乌战争迄款有无？极权的国家，也是迄款治安足歹的国家，像讲有一寡国家，毋是拢俘虏去互强暴，对无？搁有偷摕啊、抢劫迄款国家。你讲的这两段圣经，拢毋是咧讲我即马住的所在。你以为毋是咧讲咱即马住的所在？但是咱即马住遮的繁荣安定的社会，伫上帝眼光是啥物款的？上帝讲，你的罪是骄傲，就是你食物、你的食物充足，安稳过好日子，就是讲咱对无？毋久无照顾困苦甲散车的人，无，哪捌就是安尼。今仔日的圣经嘛讲啊，讲啥物？因拢歪舌，一概变做误话，无人行好，连一个也无。咱可能拢无爱承认讲，家己竟然是可能啊，是上帝眼中的戆人。咱嘛无可能讲遮做啥物邪恶的代志啊，做可恶的代志，迄无可能甲我有地带啊。咱应该拢是安尼想。咱来讲一个上成功的戆人，上成功的，但是伫上帝眼中看作戆人。迄个人叫做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咧，啥物拢爱上好的。啥物拢爱上好的哦。传道书讲到所罗门王真厉害，会当起大宫廷，起真侪厝，搁有买足侪奴隶，搁有牛群、羊群，比以前伫耶路撒冷的众人搁较侪，真厉害嘛，足成功。全世界上成功，我看都是伊啊。为着家己即注经文，搁得到世间人所有所意爱的享受。毋是足成功，但是咧，今仔日圣经甲咱讲啥物？做歹人第4节，做歹人敢拢毋知，因敢拢毋知，拢无知捌嘛？敢拢毋知。所罗门王要做遮侪代志，伊
伊是足有能力、足有财物、足有智慧来鉴定讲啥物是好，啥物是无好，啥物是水，啥物是歹，啥物是伟大，啥物是无好诶。啊，伊个爱设计即款遮个工程，爱接触遮个资源，爱管理财务、管理人、管理足侪制度，到上尾啊完工，应该爱做厉害诶人，对无？做成功诶人。当伊有遮个所有诶物件了后，伊诶表情是啥物咧？伊诶表情就是咱第10节后壁讲诶，因吞食我诶百姓。亲像食饼，伊得到遮侪物件了后，就敢食饱，足饱足诶，足满意诶，敢动物有无？食了哦，真好。但是伊诶表情，伊诶满足诶表情是为倒位来诶？是吞食上帝诶百姓，亲像咧食饼。这百姓毋是讲人尔，因为所罗门王爱甲遮济资源，来伊个边仔，伊一定爱去掠，爱去抢，爱去摕，所以一定有人叫伊抢去，对无？所以伊个把足是甲人骗啊，去抢拔遐个掠者甲散车人，一定是安尼。哦，甲遮个人当作敢手段，甲人当作会当用了弹掉的。毋才会安尼，何况是伊若对待人以外的物件咧，像来动物、食物、甲自然的资源，伊一定搁较恐怖。台湾有一个言语哦，言语，歹势言语讲啥物？贼机状元财。做贼的迄个贼去状元财，吼！你爱做厉害的贼，其实你是做巧的，你是状元财，但是你的状元迄个才情无用伫好的所在，贼去状元财。但是即款做贼做歹，毋就敢若咱即马看到的，咱人拢作熬对无？作熬安怎？作熬为着家己的好，甲别人抢来。可能你讲，迄毋是我，但是咱会当慢慢仔想讲，迄到底是毋是咱？当咱基督徒对上帝无讲足清楚的了解的时阵，咱是无可能知影讲安怎来敬畏上帝，安怎来知影人的本分是啥物。拿巴甲所罗门，因拢算讲，因人伫今仔日拢算讲基督徒对无？对无？因拢伫今仔日啦，因拢是基督徒，但是因规个头壳敢想着家己的好处，对伊家己甲上帝，以及伊家己甲其他的物件的关系，拢无要插，完全拢无要紧。我比一个例吼，这有一个三角形，哦，顶头是上帝，啊，遮是咱，哦，就是你家己啊，啊，即个咧是你家己以外的所有的物件，像人、甲环境，拢是伫遮，哦，上帝，啊，你家己甲其他的，你可能想讲，我甲上帝的关系有好，安尼就好啊。啊，但是你甲其他的关系咧，咱等下来看卖吼。伫创世纪，上帝甲亚当讲啥物物件？讲一句话：土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奇怪，土地因为人的缘故受到咒诅，所以我甲上帝关系无好的时阵，上帝就会甲我身躯边仔的其他的物件。受到咒诅啊！上帝甲亚当讲：土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就一世人劳苦，才会对土地得到食物。所以为遮咱会当知影讲，这三角形
这三条线拢是有关系的。咱甲上帝的关系，会影响到咱甲其他物件的关系，一定会影响到。利未记甲申命记内底嘛有讲到讲，你若遵行上帝的诫命，你就受祝福；你若违反上帝的诫命，你就受刑罚。遵行诫命的时阵是安怎咧？我读一段圣经，互大家听吼。恁生的儿女，土地出产的、出产的，精生的，遮的牛仔囝、羊仔囝，拢毋要得到祝福。你可能想讲，我甲上帝的关系真好，所以上帝就会祝福我身躯边仔的其他的物件。你想讲是安尼，甲安尼对无？吼，但是咱会当想看觅，遮会得到祝福，敢毋是因为你甲上帝的关系足好，所以你知影上帝的心意，你对待你的身躯边仔的人，甲遐个事物，拢会用足好的态度来对待伊。你若种田、饲猪、饲牛、开公司，你拢是用上好的态度来对待因。所以因得到祝福，毋单是上帝祝福因，嘛是你祝福因。咱听另外一个咒诅，恁所生的土地出产的牛仔囝、羊仔囝，拢会受咒诅。你若无遵行上帝的诫命，拢会受咒诅。遮个咒诅，刚讲毋是咱甲遮个人啊、遮个自然的环境啊、自然的资源啊，做一寡我讲一个台语的安怎讲吼？人掠、厝拆、鸡仔掠甲无半只，就是共人抢白有无？用了了啊，抢甲无半只。所以咱无遵行上帝的诫命，遮个物件拢受到咒诅。刚讲毋是咱做即款抢白的代志，用抢白强暴的态度来对待其他的人，甲遮个自然的环境，递到遮个效果。所以莫讲我做疼上帝，所以上帝会赐福，互我身躯边仔的人甲物件。所以我就会当凊彩用哦。毋是啊，你若凊彩用，就表示讲你甲上帝的关系其实是安怎无介好。你若真正甲上帝关系是好的，你哪会可能对其他的人甲其他的物件拢无疼心呢？咱想看嘛，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先知何西阿，伊伫当时看到遐个地，讲是山地，阁歹修成，修成都歹。伊就讲当时的人的行为啥物咧？无诚实，无仁慈，无人真正捌上帝，甲滥散咒抓、背约、凶杀、偷摕、奸淫、强暴、杀人流血。就是伊甲上帝的关系无好，对待伊边仔的嘛拢无好。因为安尼，即个地会打去，田野的树、空中的飞鸟拢会消灭，海里的鱼嘛会无去。这毋单是上帝就咒诅遮个地、遮个海里的物件，你家己、咱家己嘛爱负责任。因为咱就是用遮个抢拔的态度在面对其他的物件，所以一个毋捌上帝也是讲无清楚上帝的心意的人，也是基督徒，伊就会对善车人甲弱小的人有无公义的态度甲行为，一定会安尼。啥物是弱小咧？弱小不只是人哦。阁有一寡袂晓讲话的，袂晓为着家己讲话的，像啥物咧？
像一堆花，袂讲话嘛；一只虫，袂讲话啊；一个土地，一座山，一片海，因拢袂讲话。但是咱就是甲因欺负，所以欺负到安怎？咱即马大家拢知影，迄地球啊，创甲拢污染对无？创甲拢有诶所在已经袂大，所以才讲啥物咧？第50，因伫遐大行行，即个行行是对倒位来？是为着家己好，一直做遮个代志，做到尾仔咧，安尼袂使，足惊诶！要安怎继续我诶繁荣甲进步咧？所以咱搁较恐怖诶，就是甲搁较侪土地摕来种田、饲猪、饲羊、起厝、起工业区来开发，因为咱惊安怎？惊讲我无搁安尼做，安尼地球安尼袂大，安尼我就无进步啊！咱搁来看拄则遐，因吞食我诶百姓，亲像食饼也无求叫，也好花。咱本来伫地球拄着遮个困境，应该做啥物代志？求叫也好花，甲上帝祈祷。但是咱时常毋是安尼做。咱是安怎？来拼一个，对无？靠家己的气力来拼一个，修成歹来拼一个，看会当发明啥物物件，互修成搁较好诶，无规当搁歹去。所以做歹一定会大惊吓。咱心内无上帝，但是进步变做咱的上帝。咱拄则讲，遮个做歹遮个戆人，毋是干那遐个执政掌权的人哦。我拄则有讲着，你甲我，咱拢有可能成做一个基督徒，但是咱搁继续来欺负比咱弱小的，可能是人，可能是其他的代志，其他的山海甲土地。所以咱会当讲一句话无？即马咱的环境的危机啊，也是社会遮个动乱，其实是人的灵性的危机。人甲上帝的关系无好，所以遮会歹去。所以遮个危机拢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的灵性的危机。我搁继续讲吼，《申命记》写着上主要互瘟疫。就是传染病啊，瘟疫、苦楚忍。最近几十年来有足侪新的传染病，大家应该有听过迄个 SARS 对无？阁有禽流感对无？非洲阁有伊波拉病毒。最近阁有高岛猪，就是猴痘啊，高岛猪啊，猴痘。遮个病拢已经叫人证明，毋是。突然安尼出现咯，是因为人在开发遮个土地，开发遮个野生动物大个所在，或者个病毒本来住伫迄动物的身躯顶头，拢无代志哦，因是拢无代志哦。但是咱家开发了后，遮个病毒才会跳到咱人的身上。SARS、禽流感。伊波拉、高岛猪，嘛有人讲啦，即摆的 COVID-19 吼，迄新冠肺炎的病毒，嘛有可能是安尼。今仔日真正你可能拢毋知影讲，哇，遮个传染病是咱家己造成的哦。研究甲咱讲，迄是咱家己做的，而且咧，毋是敢传染病尔，咱阁有全世界的。大惊吓第50，因伫遐大的惊吓。咱惊讲无物件通食，所以去开发。开了后，去开发了后的，
愈来愈惊，愈来愈代志，愈来愈侪代志出来。所以，咱我看第5节，因伫遐大大惊吓，因为上帝伫义人的族类中，义人伫倒位？若是上帝讲咱拢是无咧找上帝的人，义人伫倒位？上帝为遮的圣经来看，上帝是一个审判者，因为上帝看咱敢拢无介好，伊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总是咧，上帝毋单是审判者尔，伊嘛是避难所，伊是施恩典的避难所。咱来看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伊捌做一个戆人，对无？伊捌做一个足成功的戆人，但是落尾咧，上帝拯救所罗门王，伊甲伊启示讲，甲所罗门王启示，互伊知影讲，遮的成功，遮尔大的成功，拢是功夫，拢是愚妄，拢是黑暗。所罗门王伫传道书上尾讲到一句话，我正前讲道的时阵有讲到，有讲即句话：着敬畏上帝，谨慎守伊的诫命，这是做人应尽的本分。这是所罗门王上尾知影的。感谢主啊！上帝有拯救所罗门王。虽然伊是一个戆人，但是上帝要拯救伊。上帝会甲咱拯救无？虽然咱是戆人，咱是罪人，但是咱是安怎的罪人呢？受恩典的罪人。今仔日第7节讲到，愿以色列的拯救对西安出，耶和华救伊受掠的百姓倒转来。迄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感谢主啊！所罗门王得到真正的快乐甲欢喜。咱嘛应该爱快乐甲欢喜，因为咱相信耶和华要甲所有受掠的百姓，带因倒转来，就是彻底的改变即马所有的人的灵性，甲恢复上帝甲人的关系，互咱人甲上帝的关系为操烂变做美好。我用操烂这2个字，敢会伤啊？但是我感觉讲操烂这2个字吧，真好，因为咱拢家己当作家己做好，但是其实咱对上帝的关系，甲对其他物件的关系，拢是操烂。但是我相信。咱嘛会当做伙来相信即段圣经甲咱讲的，耶和华一定要救伊受掠的百姓倒转来。咱就承认讲，我是受掠的，我嘛害着我其他的，我的土地、我的动物、我的植物受掠。也是我会当叫耶和华会当带我倒转来。安尼，我甲上帝的关系就会变做原来的美好。安尼，我甲其他物件的关系嘛会变做原来的美好。保罗认为讲，只有我靠上帝，通过什么人呢？通过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显明的恩典。我靠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显明的恩典，人才会当得到讨棒，人才会当得到救赎。当耶稣基督来找着咱，毋是咱找着耶稣，是耶稣来找着咱。耶稣拍败伊的对敌，洗清咱的罪，甲咱真做罪人会变做受到恩典。耶稣就要伫咱兜、伫咱的教会、伫咱的社区来建立公义的国度。咱拄则有用主祷文来祈祷，愿你的国降临。安尼，即个时阵，即个祈祷才会成就。迄个时，咱就甲雅各、甲以色列共款，大欢喜、大快乐。
毋若安尼啊，拄则讲迄个三角形对无？罗马人书讲，被造物就是人甲其他的遮的上帝会创造的，本身嘛会受偷放，来脱离迄个会败坏的屈束，通甲上帝的囝儿分享阳光的自由。所以毋是人尔，其他上帝所有创造的万物，拢会受到偷放。当咱甲上帝关系好的时阵，其他的受造的物，拢会受到偷放，来脱离会败坏的屈束。当咱有基督的性命，咱就顶头生啊，对无？咱顶头生的时阵，就会开始用疼心来关心遮个社会无公义的。啊，当咱看到遮个其他的受造，其他上帝创造受到无公义的对待的时阵咧，咱嘛会当用疼心来甲伊帮衬。今仔日的题目，咱来今仔日的题目，环保的基督徒甲基督徒的环保，我今仔日敢毋是咧讲环保对无？嘛毋是敢若讲到环保，我是讲到帮衬，也是关心弱小的基督徒，也是咱要做一个基督徒的帮衬弱小，迄是无共款咯。我讲一个例子，互大家来了解吼。2017年，伫师大台湾的师范大学，师大的研究发现一个论文吼，台湾的基督徒拢做环保的。拢关心咱的环境，足环保的吼。但是咱的环保的价值，毋是为教会来的，是社会甲伊教的，是社会的观念甲社会的价值观甲伊教的，毋是为教会来的。但是你看拄则迄个三角形，咱会讲咱的环保的观念，毋是为上帝来的吗？咱毋是因为上帝甲咱偷放、甲咱拯救，所以咱有一个疼心去对待咱其他的人甲遮弱小。所以基督徒的环保应该是有疼心的关心。咱来看咱的今仔日的周报，上尾一页下骹有是毋是有一个8项物件有无？咱周报并过来，才有8项物件。这8项物件，基督徒8项爱做的代志吼。上正边有2项叫做服务社会甲维护生态。咱会当安尼讲吼，我会当做一个服务社会甲维护生态的基督徒无？有可能哦，但是毋是出伫疼心，是出伫一个观念，出伫一个社会爱我安尼做，才是一个好人的观念。所以有可能维护生态，一个环保的基督徒，伊的观念毋是为上帝来的，是社会甲伊教的。但是今仔日我要甲大家鼓励讲，咱会当来思考，什么是咱关渡教会的关怀弱小。咱无要真做一个关怀弱小、维护生态关渡教会，咱要找到是咱的教会，因为上帝的疼，来发生咱关怀弱小的行动，这是无共款的。我期待咱教会会当伫安尼的讨论内底来拄着上帝，来伫遮亲像讲，进前毋是有一个土园的一个公道，迄个藻礁有无？藻礁台语叫做海草搭海草搭的公道。伫即个公道内底是一个环保的问题。
但是你去投这个票的时阵，你是想到社会价值观，还是上帝来的疼心？但是咱拢会当来讨论，伫教会内底拢会当讨论遮个代志。例如讲，咱要来即粪扫爱分足侪款的有无？爱回收啊是安怎？咱做遮个代志是因为社会的价值观，也是因为上帝疼我，所以我要疼其他的所有的万米咧。这出发点真正拢无共款哦。所以，咱鼓励咱会当来用上帝疼心来做遮个基督徒的8项要做的代志，关怀、服务社会，甲维护生态。咱教会以后要建立迄个福音中心，这福音中心内底所传的福音是甚物咧？毋是干那上帝甲人的关系。安尼毋是完全的福音，这福音是上帝毋望讲咱会当恢复伊甲咱的关系，以及咱甲其他的受造物的关系，这才是完全的福音。这三角形爱出来，咱甲上帝和好，上帝祝福互咱的其他的物件，啊，咱嘛会用好的态度去面对因，安尼三角形完全的福音。所以咱会当来用诗篇14篇，今仔日的诗篇，咱应该爱为上帝的眼光来看到，什么款的人，什么款的人有因为遮个戆人来受苦咧？什么款的物件有因为遮个戆人来受苦咧？遮个戆人，搁讲一解吼，遮个戆人毋是咱看做无成功的人，遮个戆人可能是咱看做有成功的人哦，但是因心内无上帝。咱爱为着遮个戆人来热待遮个人甲其他的事物来祈祷。因为上帝一定会成做因的避难所。咱嘛爱为着戆人来祈祷，因为咱毋望讲社会拢无戆人，对无？社会所有的人拢是找上帝的人，因为找上帝，所以有疼心来对待其他的人的即款人。或者个戆人呢，因为伊看见上帝，感觉惊吓。感觉见笑，来转来到上帝的面头前。各位兄弟姊妹，我相信上帝伊一定要甲今仔日的经节共款，讲的共款，伊会救伊所有受掠的万米，毋是干人哦，毋是干百姓，受掠的万米来倒转来。我相信咱继续安尼做，就会当用上帝的疼心来保护家己的厝。以及厝边，啊，规个社区拢会改变，台湾得到祝福。哈利路亚！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求你帮助阮，这已经入捌你的人，咱会当搁较清楚了解你的心意。主啊，你甲管家的职分互阮，互阮来管理遮所有受造的万米。感谢你，但是求你帮助你的教会当徛出来，带人重新警醒，爱用疼心来疼所有的被造的世界。按疼心来做遮个基督徒周报顶头印的基督徒8项爱做的代志。主啊，遮拢是为着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
信息514首，感谢主，树水土地空气。咱要来读第1、第2到第5节。信息514首，感谢主，树水土地空气。感谢主，树水土地空气，你想事万面，拢有好旨意。赦免阮把沾污染，搁破坏，赞阮今生全地上心态。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感谢主，树水土地空气，你想事万面，拢有好旨意。赦免阮把沾污染，搁破坏，赞阮今生全地上心态。感谢主，使阮空有珍惜，予阮发展交通去做航河，赦免阮手动路因果违反，赞阮今生全地上心态。感谢主为阮创造地球，予阮代代行起永寿。做赞阮地减分享关怀，请来今生天地上心态。请坐，这是要来奉献，来应答上帝的话。要请家辉甲玉芬执事。请大家起来吟奉献的诗。会众请坐。这是听我来报告。报告大省，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台语的2摆，华语的1摆。今仔日的经句是诗篇第8篇第6到第9节。来台语的2摆。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的羊甲牛、山野的走兽，你予伊有权柄支配一切，空中的飞鸟、海洋的鱼类甲活物。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及全地。诗篇第8篇6到9节。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
一切羊甲牛、山野的走兽，你互伊有权柄支配一切。空中的飞鸟、海洋的鱼类甲活物，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及全地。诗篇第8篇6到9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诗篇第8篇6到9节。好，关渡家训第二个社区生活学院下半年的课程一直伫9月13日9点半开始上课，欢迎兄弟踊跃参加。第三，本周3个上庆团契的聚会要伫顶部的9点半开始，主题是述职伫聚在一起玩游戏，要为由迄黄老师来主理，欢迎兄弟踊跃参加。第4点，本周3个查经祈祷会是我本人来主理，欢迎兄弟踊跃出席参加，互阮共同用祈祷来建造合一的教会。第5点是本会要伫10月23号，要伫桃园复兴三民教会来举办野外礼拜，一人是300块。请要参加的兄弟，今仔日开始就会使甲陈美妍姊妹报名。报名是到9月底截止。详细行程请看第5页遐。第5页的倒手边下骹遮。第6点是要参加总会教社委员会的进摊活动的兄弟，请伫9月24号礼拜六早起8点20分，伫基督书院的门口来集合上车。其他教界消息甲大道生活，请大家家己来看。后面奉献报告的所在若有出入的，则甲财务部来订正。下周事奉是主日祈祷会是神恩执事，司会嘛是神恩执事，司琴是牧师娘，司琴是华务司琴是牧师娘，台务司琴是元顺姊妹，司献是周浩甲玉芬执事。其他则请大家家己来看。其他水船长我敢有要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平安。咱今日真感谢咱的神学生伟成分享遮好的信息，互咱搁较清楚咱对咱的环境咱着爱做预防特别是咱基督徒的，咱应该是搁较着爱做模范那么伫即礼拜拜六咱就台北中会有举办即个净滩的活动咱教会有报名2台车嘛但是参加大部分拢是咱社区的咱的朋友因为咱即个咱的社区即个朋友咱警方真拍拼咧苦所以对即个整个环境的保护拢足重视所以伫每礼拜拜三早起其实咱里办公室的志工拢有咧对咱的即个保定社区做即个整理清洁所以即个颠倒即嘛做遮个活动，拄则伟成原来咧分享煞变即个一般社会比咱教会煞较
较拍拼吼，所以这点嘛，特地咱着要这个警醒的警醒的代志哈，所以伫遮咱嘛搁着注意咱整个咱上帝的这个教示吼这个线接吼，咱讲到的部分就是咱这个家庭吼，今日要为着约翰甲顺灵这个甲恩义这个家庭那应该咱拢真清楚吼。约翰兄伊是伫马街边伫德维这边吼咧担任这个迄个工程医护的代志吼所以咱为着伊因为这段时间吼因为COVID-19 的代志吼这个咱伫病院工作算讲第一线咱时常为因咧祈祷啦所以咱特别为约翰兄来甲春玲因来祈祷佫有恩义是伊的后生伊即马是伫去台东大学即个读册已经毕业那么伊因为伫遐生活伫遐读册较伫遐较习惯所伫遐即马咧做代课的老师所以咧准备要考正式的老师所以咱嘛为伊祈祷，特别是伊伫顶礼拜较紧但是已经复原啦伫昨昏已经解决所以咱嘛为伊来祈祷求上帝保守这个家庭煞接咱第二项咱也为着咱的兄姐会当陆续转来参加咱的聚会来祈祷因为拄则卫生有甲咱讲这个咱伫周报同尾面同后壁这个第6面咱的这个基督徒8要内底第4项是温群聚会啦拄则第7项、第8项是这个服务社会甲医护生态但是咱第4项是温群聚会这是咱基督徒真重要的。那么因为过去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会较惊，不管是互传染还是传染人但是最近我毋知影咱兄姐有发现因为我拢一礼拜就要去高雄一遍所以我看积运已经拢足侪人高铁当疫情当严重的时阵，我坐一个车厢的时阵，敢若我一个但是即马已经满所以应该是大家拢照政府的规范就是讲甲病毒共存啦若有较紧的，咱就照咱的即个较紧的即个规范去处理，安尼就会使毋通过头惊吓所以伫遮咱嘛求上帝来安定咱会友的心，咱的会友会当紧紧转来参加咱的聚会咱其实咱的信心佫着要佫一遍起造建立所以这请咱兄姐来为着咱为无来参加聚会兄姐祈祷如果因方便无身躯的特别的这个无方便请因会当免惊来参加咱的聚会所以咱请咱起立为着这2件事来祈祷。全能的主，我感谢你伫做你早起我这边请伫你遮全能的主，阮感谢你，伫昨日早起你赏赐予阮有遮尔好的天气，也感谢你引带阮兄弟姊妹来到你的殿堂，阮搁再一遍来领受你遮尔水的福音伫阮的中间，
互阮的心灵搁再一遍得到起造。但即时阮嘛要为着阮的主内家庭约翰、纯灵以及恩义因即个家庭，爸上帝，阮知影因即个家庭是受你祝福的家庭，也是真有信仰的家庭。求你保守，互约翰兄伊伫马街病院得为院区伊的工作会当顺利特别COVID-19 疫情已经进入要结束的阶段求你也保守伊，互伊会当一切平安。阮求你甲恩义同在这位青年是阮对细汉看见伊受主祝福带领的一位真有信仰的青年。即摆伊伫台东伫遐已经受完大学的教育伊也要准备来服务伫学校的中间即时伊有要参加老师的考试，主求你也保守，互伊拄则较紧结束互伊紧紧恢复健康的身体，也会当顺利照伊的希望来考掉即个老师的资格。即时阮嘛要为着阮兄姐会当紧紧转来到阮中间，同心来敬拜俄罗斯来献上阮的恳求。爸上帝检采阮有几位兄姐年长的身躯较软正的求你保守，互因伫厝里犹原甲阮相款得到你大大的祝福甲保守。其他若有方便的兄姐求你激励因会当紧紧转来阮的中间，甲阮同心来敬拜俄罗斯，因为这是你所喜爱的。但愿感谢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切肯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大家起立来引传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假使我言行欠比是正，赞我答你遵守你诫命。我伫黑暗中做工地，之前因带是别人，这是我人生搁前往。请水台长老来带阮做。请咱同心来领受上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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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请坐，灭岛必会三千安。